早晨啊，今日係 Day 8咋，不知不覺咧，日本之夜已經過咗一半咁樣。咁今日咧就會係同今日所講啦，係直島啦。咁直島其實喺咩地方咧？直島其實就係成個瀨戶內國際藝術節嚟講咧，就係一個叫 Pioneer 係啦，最先驅嘅一個計劃係啦。所有成個 festival 咧，其實都係嚟自一個叫直島計劃咁樣去做。係啦，咁陣間有機會嘅時候咧，就講多少少佢嘅點。咁咧，我哋應該會係坐7.4嘅一個高速船，咁啊去到呢個宮浦港。好啦，而家正出發啦。尋晚落完雨啊，今日咧個天色都係陰陰地。咁睇下陣間下晝咧會唔會陽光普照翻啲啦。7:20嗰班咧太悶啦，我去到嗰啲已經17分啦。咁唔緊要啦，我哋試下搭下慢船啦，係啦。咁其實慢船都唔會好耐嘅啫，都係1個鐘內，係啦。咁去到都9點幾咁都 OK。跟住其實咧預約咗幾日節目嘅，上網咧係買咗啲飛啦，10點至到晏晝會有一個啦，係啦，即係佢有一個 range 好大，一個就係11.3，係啦。咁另一個咧就係3點咁樣。陣間再同大家講下究竟去邊一度。我上咗船啊，而家坐定咗啦。實在咁多人咧，都喺度等緊上船。咁我唔知啲位緊唔緊船啦。陣間食咗少少嘢之後，咁先上去嗰個梯度再睇一睇環境點樣，因為我驚呢度冇位坐，咁所以我坐低咗先。直島應該係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最受歡迎嘅一個場地。當我每次打開藝術祭嘅 app 嘅時，都會寫住預期今日直島會好擁擠，建議你去其他嘅場地。根據保原物語嘅記載，喺保原之亂被流放讚岐嘅崇德天皇途中停泊咗喺一個島，因為當地嘅居民對天皇表示忠直，所以咧佢就將呢個島咧命名為直島。喺江戶時代，直島同埋之後會去嘅女木島同埋男木島都係幕府嘅領地。昭和初期起咗一個正式嘅舞台，係用嚟表演流傳至今嘅直島女民樂。女民樂即係只係由女性操控嘅人偶劇。相傳嗰時好多附近島嶼嘅居民咧，都會特登嚟直島睇表演。1913年，三菱綜合材料喺直島嘅北邊起咗一個銅嘅冶煉廠，直到1991年，由前身叫福武書店，而家叫培樂新公司推行咗直島計劃。呢個時候，直島由一個無人問津嘅工廠島嶼，成為一個當代藝術愛好者都好想去朝聖嘅一個聖地。因為直島計劃嘅成功，於是複製將藝術元素放入去唔同嘅島嶼，成為今時今日嘅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直島嘅展區分別係宮浦港、本村同埋美術館區3個區域。啱啱落咗船啦，咁而家咧就即刻衝去嗰啲宮浦港嘅 outwork 度。咁而家我第一個去睇嘅就係應該係嗰個浴場。呢一個 outwork 咧其實係一個澡堂，叫 I Love You， 因為湯嘅日文咧係 U， 咁佢就攞咗呢個諧音咧嚟做呢一個名。當時咧其實係未開門啦，所以咧未入到去。咁但係咧入到去咧都只係可以沖涼嘅啫。個澡堂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壁畫。原來係未開啊！咁我哋呢一個就回程翻嚟宮浦呢一度咧，咁先至再睇啦。前面呢一間咧明顯咧用色好大膽，係啊，同其他嗰啲咧就唔係好同，係啊。以為呢一件咧就啱嘅，但係呢一件咧都唔係嘅。嚟到呢個瀨戶內資料館啊，但係好可惜啊，佢又係 close 啊，咁所以真係都要回程先翻嚟睇。咁而家咧去翻宮浦港嘅下路咧，咁啊繼續睇嗰個 outwork 啦。咁有一個草間彌生嘅南瓜啦，咁一定會閂咗咁樣嘅。咁睇下嗰個多唔多人啦。咁應該嗰個咧就係最多人認識嘅 outwork 啦。呢個藝術品就叫 topic 啦。咁你見到中間啦，譬如我呢度有啲線咁樣，係咁都係呼應翻嗰啲偶劇啦。係咪入邊其實都係啲線啊咁樣，係啊，然後就控制翻嗰啲手手腳腳啊。呢個就係頭先介紹嘅直島女民樂 Inspire 嘅作品。原來咧夜晚睇咧仲會識發光添。而家嚟講咧，其實都算係少人嘅。咁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單獨咧同南瓜影相啦。
其實比我想象中係算少人㗎。咁我諗好多人都知啦，草間彌生畫嗰啲黑色嘅波波咧，其實都係一啲恐懼嚟嘅。呢件 artwork 咧，其實可以行入去睇嘅。咁你一講嘢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大嘅回音啊。咁咧，其實咧都可能係反映緊咧內心嘅一啲恐懼。咁沿途咧都係一個好好心嘅旅客咧，見到一個人咧，咁佢又幫我手揸機影相。而家好早啫，咁而家去咗一個 information centre 睇一睇先，係啊，因為對面咧其實嗰邊咧行一陣嘅啫，行大概2-3分鐘咧，咁就已經到下個 artwork 啦。直到羅斯。好啦，喺個市集咧，其實都睇中咗啲嘢嘅，不過咧一陣間走嗰時先買啦，係啦，或者同埋我目標嗰啲咧，其實唔同嘅，多數都係嘢食啊嗰啲咁樣啦，咁一陣間走嗰時咧先至買啦。嚟到一個俾我感覺好似一個雀籠嘅一個 artwork。啱先咧就講到巴士啦，睇下佢會停2個站啫，佢就會到本村同埋藝術個區域係啦。咁而家咧就出發緊去本村嗰度，係啦。咁其實都正正係我哋想去嘅地方咁我哋提早睇一啲 artwork 先啦，係啦。咁如果真係有時間嘅，我哋可以食個嘢啊咁。咁嚟到本村呢度啦，咁其實咧就會有2個 point of interest 嘅。第一個咧就係 Art House Project 啦。咁呢個 Art House Project 咧就係本身以前啲人咧喺度住緊，係啦。咁佢就攞咗佢哋啲屋咧嚟發展，成為一個 art piece 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安藤忠雄嘅新起嘅藝術館啦。記得咧 Art House Project 加計劃屋入邊咧好多都唔俾拍片嘅。最多咧都係只係俾你影相啫。咁呢一度咧就叫國屋，係啦。咁啊其中一個 Art House Project 嘅一件作品。國屋嘅作品叫做 Sea of Time 98，係直島計劃入邊嘅第一件作品。一件喺水入邊裝咗好多唔同頻率，由1數到9，然後再數翻去1嘅 LED 燈牌。1998年建造呢件作品嘅時候，邀請咗125位居民以自己嘅喜好去調節燈牌嘅頻率，將藝術融入社區。藝術家宮島達男受到佛教空同埋輪迴嘅2個概念啟發，刻意 skip 咗0呢一個數字，因為0喺佛教代表咗終結同埋虛無，象徵生命短暫但係永恆。而頭先講嘅調校燈牌頻率嘅控制權，其實係可以傳承俾喺直島住嘅居民，同時表達到一個社區嘅延續。安藤忠雄呢位建築師，相信都唔使多介紹啦。安藤忠雄用佢最標誌性嘅清水混凝土改建咗呢一間由過百年歷史嘅木屋，再配合自然光，真係好犀利。如果你有睇過電影《The Brutalist》嘅話，你就會知道有啟發自安藤忠雄設計位於日本大阪嘅光之教堂。又做敗家仔啦，喺入邊又買咗本書。而家行上山睇作品啦。戶王神社係藝術家杉本博司嘅作品。首先呢度有座由江戶時代開始供奉至今嘅神社，而神社下邊呢就有間地下室。佢哋2個分別咧都有條玻璃嘅樓梯，佢哋咧係連接住嘅。走入去石室嘅時候，會見到光線由神社射入石室，個場景真係好壯觀。可能因為係藝術祭嘅關係，所以咧奉勸大家咧藝術祭以外嘅時間咧過嚟睇，同埋咧都預留10分鐘嘅時間咧去排隊。咁而家即刻落翻去啦，因為咧35分咧我就會睇我最中意或者我最期待嘅一個 art piece 男子。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嗰個咧係我事前買咗飛，我知道佢係唔包嘅，就係個 passport。咁我係買咗飛咧入去。我最期待嘅節目男子終於嚟到啦！嗰時睇書嘅時候咧，已經係好期待嘅啦。男子嘅建築咧係由安藤忠雄負責，按住被人稱之為光之魔術師嘅藝術家 James Turrell 指定尺寸而起嘅作品咧，叫做 Backside of the Moon。我哋睇到月球嘅表面咧，其實只係得一面嘅啫，換言之，另一面真係睇唔到噶啦。藝術家咧俾我哋睇唔到嘅一面。入場之前，導賞員會派張卡紙同埋不厭其煩咁樣講守則，要保持絕對安靜，仲要確保我電話熄咗先可以入去。
入邊咧係唔俾影相嘅，不過咧你影咗都係，原因係你睇到嘅嘢會係咁。人類嘅感官有87%都係嚟自視覺，當真係睇唔到嘢嘅時候，連其他感官咧都會放大，個聲都唔夠膽大力呼吸啊，因為驚影響到自己同埋其他觀眾嘅體驗。個市咧其實都幾赤裸啊！記得男子咧藝術祭 pass 咧係唔包嘅，記得咧提前咧上呢個 Benesse Art Site 嗰度買飛。哇，好震撼啊！我睇完真係係啊，雖然佢同我本身少少有少少出入啦，咁但係成件事都好震撼。你喺度，佢大概有10分鐘到啦，佢喺5分鐘左右咧帶你去一個好似盲人嘅世界咁樣，乜嘢都睇唔到，全部漆黑一片。係啊，我係未試過見到咁黑嘅。係啊，即係我哋平時點樣都會見到有線光啊咁樣，但係佢真係一啲光都冇。跟住之後咧，你進入咗個狀態咧，你慢慢就會見到啲光。其實你會懷疑緊咧，其實你係咪仲係睇到嘢咁樣咧？係啊，一直都懷疑緊嘅。去到最後，工作人員睇到話到係大家係咪睇到燈啊？咁我先意識到，嗰啲係真係光嚟嘅。係啊，所以帶入咗一個恐懼嘅狀態之後咧，係咁質疑嘅時候咧，你慢慢咧見到有啲光，睇完之後咧再出翻嚟嗰個管道嘅成個 experience 咧，真係好正。我建議大家一定要睇嚟呢一度，呢一個係一定要睇。係如果下次咧夏季啊，或者我會再嚟啊，或者秋季都會再嚟嘅話，我一定會再買飛再睇多次。好啦，而家出發咧去安藤忠雄新嗰個嘅美術館啦。揾咗一陣啊，見到啲乜會爛地嘅嘢，點解好似又未開放嘅？咁原來咧係2025年咧5月31號先開放，即係到時夏季一定要再嚟啦。係啦，夏季啊或者秋季再決定啦。咁而家咧我哋去下一個目的地啦，就係叫 Ring of Fire。呢一個作品 Ring of Fire 分別有日頭版 Solar 同埋夜晚版 Luna。藝術祭 pass 係包咗日頭版，唔包夜晚版嘅，所以睇日頭版嘅朋友就唔使好似我咁樣買飛。如果真係買咗飛嘅話咧，其實可以喺當日退款。呢個作品係由2位藝術家共同創作，分別係韓國嘅梁惠貴主要負責日頭，泰國嘅阿比查邦主要負責夜晚。日頭嘅時候會有2個雕塑作品，一個係火山，另一個咧就係燈籠。雕塑會收集喺太平洋地殼實時嘅數據，通過光、聲音同埋震動進行互動。藝術家希望藉住作品表達危險嘅美學，令每個人都希望可以預測未來可能發生嘅危機，而做好心理準備。呢件藝術品真係好有意思，特別係喺日本呢啲經常發生地震嘅地方，加上直島呢4面環海嘅島嶼，可以好好反思點樣應對天災。唔單止係實際嘅措施同埋行動，咩心態面對咧，都同樣重要嘅。呢個作品叫奇會所，據說以前島上邊嘅人咧都會喺呢一間屋入邊捉棋。呢件作品係由藝術家須田月雲經手打造嘅一個空間。根據畫家速水宇宙嘅名樹散莊嘅畫作創作咗呢個雕刻品莊。莊係指5色莊，係日本一種珍貴嘅山茶花品種。庭園種咗真正嘅5色莊，同屋入邊嘅雕刻品咧形成一個強烈嘅對比。另一件作品 The Neoshima Plan 水係由建築家1/3博志改建，係將風、水、太陽光結合成嘅一件作品。入面有段片講述咗好多以前直島嘅舊屋，通常喺北邊同埋南邊都有道門，中間就有個庭院。原因咧係可以通風。呢個作品可以見到以前建築嘅一啲智慧。佢收咗未開鋪，仲有4分鐘先開鋪。咁我哋去前邊咧有間好似咖啡仔咁樣嘅，去嗰度坐低飲杯嘢，咁休息下，跟住先至再嚟睇啦。我叫咗個烏冬，佢賣相好似粉，但係個麵嘅口感咧就好彈牙。仲有叫咗個好滑而且好重蛋味嘅布甸，加咗杯 cream soda。食完就繼續睇展啦。
石橋呢一件作品喺一間明治時代住宅，嗰時有位人家因為製鹽業而發達，而呢一戶人家咧就係石橋家啦。屋入邊有藝術家千住博用日式傳統技法同埋簡約嘅抽象化畫咗懸崖畫同埋山崖畫，但藝術家就話呢間屋本身先係個重點。呢座牙醫之家係由藝術家大竹新朗，佢出名以抽象同埋拼貼嘅手法咧創作作品。呢件作品咧叫《舌上夢》。呢間屋以前咧係間牙醫診所同埋住宅嘅混合體，類似以前香港嘅前鋪後居啦。會見到呢件作品混合咗好多唔同嘅物品，呈現夢境。最精彩嘅莫過於係呢座代表自由嘅自由女神，竟然俾人困咗入間屋入邊，真係好有諷刺嘅意味。呢個 area 睇嘅嘢都睇晒，準備出發去另一個 area。而家嚟到咧，係啦，第二個莊啊，3點搭2咧，燒油車，係啊，咁前面咧有個黃色嘅南瓜，係啦，咁啊都係草間彌生嘅作品。呢一個南瓜咧，其實唔係第一個擺喺度嗰個南瓜嚟㗎，第一個南瓜原始擺喺度咧，其實本來太大風咧，俾人吹走咗，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 replacement of 呢一個 original 嘅南瓜。你睇下下邊嗰個外國人嗰件衫同佢一模一樣嘅，究竟係咪佢特登襯嘅咧？嚟到呢度啦，地中美術館啊，好期待啊！佢裏邊咧其實得3個作品嘅啫。本身點解叫地中美術館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喺地底嗰度嘅嗰啲展品，咁所以就叫地中美術館啦。沿途行緊去嘅時候，等我介紹下地中美術館啦。呢一個都係我另一個今日好期待嘅節目。記住，地中美術館係藝術祭 pass 唔包嘅，記得咧要好似男子咁樣買飛啊！地中美術館有3個 area， 擺放咗3位藝術家嘅作品，分別係莫內5幅睡蓮系列嘅作品。另外有頭先介紹男子藝術家 James Turrell 嘅 Open Sky 同埋 Open Field， 仲有 Walter de Maria 嘅 Time、Timeless、No Time。莫內係印象派嘅大師，我諗都唔需要多講啦。雖然 James Turrell 頭先都介紹過，佢嘅作品 Open Sky 其實係間房入邊嘅天窗，間房咧係咁光猛嘅。全部咧都係自然光嚟，都要多得建築師安藤忠雄嘅設計同埋功力。至於 Walter de Maria 最出名嘅莫過於係佢嘅地景藝術作品 The Lightning Field。好多人都以為佢嘅作品裝置嘅柱咧，淨係為咗影閃電嘅一瞬間。其實真正嘅目的咧係用嚟睇日出嘅。你可以咧喺嗰度 book 一晚酒店，當日出嘅時候咧，啲柱咧就會成為咗一個 reference point， 見到背景咧就慢慢升起嘅景象。今次嘅作品 Time、Timeless、No Time 嘅命題都係一樣，係粒波入邊嘅影像咧會透過自然光同埋金條嘅反射，隨住環境同埋時間嘅改變，探討時間呢個概念。當我見到呢件作品有咁多金條嘅時候咧，就知道咧呢件作品價值不菲。館入邊咧係唔俾影相嘅，最多咧都只有可以出邊影。呢一度咧已經見到安藤忠雄嘅建築咧，真係超靚。哇！終於睇咗3件，即係3個 area 嘅藝術品啦。你諗下，當莫內咧係第一道菜咧，係啊，之後嗰第2、第3道咧好正，好 amazing。我淨係覺得第2個啦，即係 James Turrell 啦，頭先睇嗰個男子嗰個都已經覺得好癲，呢一個更加癲。It's like another level shit。佢有2段嘅，第一段咧就係你企喺低層咁樣，跟住然後有幾級樓梯咧上去，咁你有第2個 area。咁首先咧你就喺個 area 嗰度就咁睇，跟住咧你擰轉頭咧，你以為覺得係咩事咧？點解會比較黑色咧？然後跟住出翻去睇咧，其實嗰個 background 冇變過嘅，係啊，冇落過啲咩幕啊定係點樣，但係佢好似落咗一塊黑色嘅幕咁，所以跟住然後你再去轉就紫色變咗紅色，跟住哇 Bro！ 之前擺咗個袋咧落個 locker 度先啦，都唔想話帶住咁多嘢去，咁所以而家咧攞翻個袋啦。咁而家下一站咧去培樂新之家，唔搭車啦。行路啦，行到去培樂新之家，
因為咧其實我有個袋咧係想買嘅，一個細嘅奶粉斜孭袋咁樣啦，係啦，咁我嗰個幾有興趣，所以想去培樂新之家嗰度睇下有冇。其實段路好靚啊，全部都係圍住啲樹咁樣咧。其實你呢一度咧行山咧一流，你夠時間，你又想做運動行下咧，其實就好快行嘅啫。即係由頭先我哋搭車港口咧，去到呢一度咧40分鐘嘅啫。嗱，我哋其實經過咧鯉魚灣藝術館嘅，係啊。咁但係咧個印仔都已經收咗啦，係啦。本身都想落去睇一睇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冇啦。嗱，我哋最後嗰個咧就會喺呢個培樂新之家嗰度，咁就坐車嘅，咁要坐5:34嗰班，係啊，因為之後嗰班咧去到個港口咧，其實就已經係8點噶啦，咁已經冇船坐噶啦，因為咧我哋嗰個船咧係7:9就開噶啦，即係尾班船嘅話，如果唔係咧就滯留喺呢度啦。咁滯留喺呢度咧，其實都唔算太差嘅，因為聽日咧都要去翻直道再轉船咧，咁先係去到聽日咁樣我想去嘅地方圈島。呢個沿路咧有條路咧落去，咁有個 Seaside 嘅 gallery， 好應該都好嘅。呢度俾我啲。咁呢一度咧就係培樂新之家，咁係5點就會閂嘅啦。咁但係我唔知係嗰個市集會唔會啊？我買到我想要嘅嘢啦，咁陣間話翻俾你知，大家我買咗啲咩啦。翻到去高松酒店咧，先至再同大家開一開呢個細箱啦。翻到去酒店我係唔記得開箱嘅，咁我就買咗呢個銀色嘅斜孭袋同呢個銀包。不過個銀包咧實在太細啦，咁咧我就當咗係散紙包同埋鎖匙包咁用，同埋買咗呢2個南瓜嘅零食啦。咁食完咧都唔知咩嚟嘅，我會形容咧就會類似咧一啲杏仁酥咁嘅感覺。呢個培樂新之家咧係與呢個博物館啦、酒店啦，所有嘢於一身。裏邊有 gallery 啊嗰啲咁樣。咁呢一個我睇過嗰個價錢咧都幾貴下嘅，個酒店嗰個係啦，咁所以就冇諗過喺度住。半個鐘之後咧先有車，又係呢個等車嘅無間地獄啦。咁係咯。我哋喺呢一度逛一逛先。咁啱坐完車啦，係啊，咁啊落咗嚟咁樣，而家喺個港口嗰度等賣飛，係啦。咁啊7:9嗰班船，咁啊7:02咧佢先會賣飛嘅。咁好多嘢都閂咗㗎啦，係啊，得翻 I Love You 嗰度佢係冇閂到嘅啫，但係佢都係淨係得門面嗰度可以睇，就賣下啲衫啊，賣下扭蛋啊，咁樣嘅啫。入邊嗰啲壁畫咧係睇唔到嘅，係啦。咁其實都 make sense 嘅。咁我諗下次體驗啦，下次嚟呢一度咁啊沖個靚涼咯咁。陣間翻去咧，咁可能就揾咗一間烏冬鋪嘅，咁啊收9點半咁樣，8點半前咧，咁就應該會翻到去港口嘅。而家買咗船飛啦，係啦，咁就等7:9咧就上船啦。咁我都係排隊去等買飛嘅，係啦，頭幾位嘅，咁所以應該冇問題。翻到嚟高松港啦，嗰個高速船咧點解好潮濕啊？因為有啲陣臭味啊嘛。而家咧真係落翻船真係好肚餓。咁而家應該會食一間烏冬嘅，佢間連鎖店食烏冬啦，叫咗個大嘅，希望食得晒啊！哇屌！
沖沖下涼冇水喎，突然間仆街，好彩我未搽番梘啊嗰啲咁樣啫。而家我 send 咗 message 俾嗰個店嗰個即係酒店嗰個老細，因為佢唔係24小時有個 counter 喺下邊嗰啲，咁我都要穩定睇下附近有冇啲澡堂可以用嚟沖涼。咁個店主啱啱話10分鐘翻嚟會上過嚟睇啊，係啊，咁睇下佢之後點樣啊？因為聽日咧都要早起身啦，聽日咧其實都係去直島，因為去犬島啊，去犬島咧就要你經過直島或豐島咧先去到嘅，係啦，就冇一個直航去到犬島嘅，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就要應該由岡山嗰邊出發，係。咁如果咁樣嘅話咧，咁我一定係揀翻用即係去直島，跟住先至去犬島嘅，係啊。咁聽日都係一樣起身都要搭7:2嗰班，係。今次就唔遲得啦，係，所以就係想快啲早啲休息。